可重回出生的光線？怎麼可重回緊張的初見？念着第一天新鮮那場面，曾哪怕酸豔，時日裏每頁也破損，最終嘆息厭倦。緣節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送秒針，重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事業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意料每條航線也同結果，也只想回到舊幾多感情回歸終給欺騙，幾多心靈回首終給污染。由誤會框起鐘錶那圓圈，能復現姻緣。日記簿每頁快揭穿，看懂還未看穿。緣節返第一天，混亂裏找尋新的支線，再過好生活，這個好青年，要送秒針，重遊到咗光陰反轉第一天，事業愛戀重鋪生命線，怎預料這循環線也同結果，在終點也在願今天悔恨當天，哪怕已經重寫千個嘴言，小說定配合情節往常理發展，當宇宙再無時間也無結果，這篇章才有伏線。怎麼可重回憶中的光線？怎麼可重回想中的初見？